文林话没味道，祖宗句落不可笑。网络文化里家小，讲讲笑笑听唠唠。文林老话故事，头娘接头老师过户。讲个是上2日，有个木匠老师来我屋里做生活，隔壁邻舍个小孩走过来洗呀。望见工具箱里头扛着斧头、榔头、剑、刨上海么事，小人闻忙过，觉得新奇，样个样都一个，拔出来望望想。搿是有木匠老师望着兜里称，搿小孩还来，想修天牢牢，搿么事都一个，万一修活年考还发落对噶，连忙上前。他为斧头刨上海么事，小人高高吃味道。斧头刨上特句考，小人毕竟是小人，么事发表搞不长了眼里，不吃哭哭啼啼。小人娘听叫走过来，一望天热个墙面，有眼埋怨木匠老师，讲了一句话：“老师头。”我一个小孩好奇心，逢忙过个么事都一忙忙想，那么让一高机器也唔高，伊发本头来装起天浪涨。木匠老师听见天讲头里放过，小人不懂事，想修牢牢的难免。做娘个暂体个讲想，那么头拿起叫个女人忙了一年，这一忙你哟。只见小人个娘生了非常漂亮，不强不短挂子里，小气面上还当酒席，上去一件粉色腐朽开放些个衬衫，后头翘短裙，脚头露起雪白，女人味道邪脚。木匠老师忙斗几年哦，讲话秋气细节改变。别是小人个娘。对不起，不是我木匠过户，不本小孩高，只怕那个小孩修不好。我等文林老师上当中有听见一句话，讲老师过户好比头娘接头，个接头小把火能让我带进去好用呗。小人个娘听木匠老师提讲，细节明其力样个。一心不想，还把个小孩牵去屋里考。文林这句老话，老师过户，头娘接头，讲明一个道理。老师的过户不吃动，头娘接头也不简单。